菜又酸海，你是在帮郭董助攻吗？我跟你讲，猴子不是爬到树上才屁股红的，猴子常常是爬到树上才被看到。你现在批菜又酸海，昨天的在那个座谈会上面很明显看得出来，你是在帮郭董助攻吗？我跟你讲，猴子不是爬到树上才屁股红的，猴子常常是爬到树上才被看到。所以任何人，你只要一上 table 上台就上台，你知道，上桌子上面就会被检视嘛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样，常常有人讲说，你怎么常常骂民进党？我说很简单，他现在执政啊，如果现在是国民党执政一样，我每次看到就照 K 不误了。哇，现在已经往198在移动了嘛。不过这样的，这个中秋节也快到了嘛，这个夜有阴晴圆缺嘛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反正就是每天都是人生，也不可能每天都过年的嘛，就是上下起伏也还好啊。那你言下之意，他们中秋节会往上吗？你的言下之意是说到中秋节可能这个民调还会往上？要往上要努力一下嘛，不可能说所以这样嘛，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防守打赢的，没有一场战争是用不作为打赢的，所以反正掉到一个程度就要开始想想看怎么处理。但是你流失了这么多，你有想过为什么？那一定不会单一因素嘛，很多因素嘛。不过是这样的，这个我也正在做内部在做检讨。民嘴爆料说，就是学姐好像有想要求去，觉得你在利用她的美貌。不会，他人就在那里，等一下他接替访问好了。学姐确定有想要选立委吗？他人在那里，等一下没问他。那你会有问过他一次吗？没有，就看看，是这样的哦。你可以把牛牵到河边，也不能强迫他喝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鼓励他嘛，至于他要不要，还要看他个人意愿呢。那郭台铭先生也特别强调说，如果他真的当选总统的话，他会带1000家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。说这个郭董接受日本访问的时候，已经做好朝向参选的准备了。昨天跟日本媒体可以说是相谈甚欢了哈。那大家对于这个郭董对于台湾的愿景，其实都蛮有兴趣的。这中间其实郭先生他特别强调了，就是台湾要获利，美国要达标，中国要转型成功。那由于提到了两岸关系以及未来跟美国的关系，还有跟日本的关系，那郭台铭先生也特别强调说，如果他真的当选总统的话，他会带1000家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。那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句话让日本媒体解读说，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参选的准备。那郭台铭先生也说，其实做任何一样决定，他必须要谨慎去思考。那很多事情如果先准备好，只差决定这一步的话，那的确再给他多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的把这个决定给做好。但是传出这个办公室这个编制要扩大，还是没有跟王金平前院长那边已经开始讲了？很谢谢媒体朋友给我们这么多的建议啦。其实我手边拿到的这些建议的版本至少有20个。那很多人很热心，很自动自发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应该要这样做，应该要那样做。但这些意见我们都听进去了。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作为我们参考的一个指标。所以会是在4地都设立竞选办公室吗？现在有这个消息。4地是指北中南东。北中南东。对，然后还有22个联署点吧。这个就是我讲说，其实很多人提供了很多建议的版本啦。那这些版本我们都有已经在参考。那事实上呢，很多人也很自动自发站出来说，他们的办公室啊，如果我们未来要联署，要提供给我们，不止北中南东，包含离岛都有。那这些朋友的关心还有他们的热情，我们真的都已经接收到了。现在就等郭董他做最后的决定。那是王院长有主动说这部分我就不清楚了。但是听说，因为柯文哲市长最近又失言了，那之后可能合作会不会拉低郭董的民调？其实这个我们也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柯先生他失言的部分应该是前几天那个新闻哦。那感觉一开始就是文字接龙，那一切是源于这个曲棍球委员他的说法嘛。那我觉得柯先生参与了这样的文字接龙之后，也再一次的验证说，柯先生他自己讲的，因为他也被批评的半死，应该是说什么新潮流不倒，台湾不会好。那我们的看法是会觉得说，好像这个韩国瑜这3个字被新潮流重新定义，新潮流也需要自己再说明为什么要重新定义韩国瑜这3个字哦。那感觉就好像是之前印证了一些网络上的说法，好像韩国瑜先生就是新潮流提名的一样，对。